来看刘议会长伫立法院报告资料显示，台湾旅行团去中国原则上一日要开放2000人次。消息传出旅游业界是真不满，业者批评交通部本地讲3月7日开放旅行团去中国，即马刘议会又搁讲要限制人数，政策是变来变去，因拢感觉莫名其妙。 每秋3月开始，应出团中国的商机，各大旅行社拢应提出行程，要求业者推出首发团送入门票价促销优惠。不过，陆委会13日立法院报告提供的书面资料显示，台湾旅行团去大陆初期逐工是以2000人次为原则。在亚立委质疑，这个交通部说明明年3月7日开始解禁去中国旅游禁团令，好亲像无共调。 我们开，基本上我们就尊重市场机制，他有团你就让他去。但是你现在报告里讲的是，你现在要限制我方的旅游团每天也只能去大陆2000哦。基于互惠这样的一个原则，所以我们也认为我们2000人过去，这是当时各单位 在做这样的一个政策综合考量的时候，为什么会去限定这样的一个人次？到底为什么限价？陆委会解释，那个人拢去国外旅游，交通部当然会有压力，因为大陆旅客还未来，个人佫一直出国。第二，对等互惠原则，才会是以2019年中国旅客来台人数算出2000人的上限。有业者批评交通部甲陆委会无共调，互业者唔知要如何是好。政府呢，就是2套说法，让我们无所适从。解除戒严时期以后，从来没有过限制，哪一个国家呢？我们不可以去那么多人，只能限额去多少人。对业者无清楚到底限价出团要如何操作，初期限价佫是指倒一段时间，烦恼行程伤早开卖，甲时阵可能引起旅游纠纷。交通部回应两岸恢复健康有序交流是政府一贯的立场，相关部会继续沟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